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收看欢迎收看12月7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日前，保协会职工发现2只受伤的乌面腊杯，并经过用心的照顾，互因短短不到1个月时间就恢复健康。其中委托嘛亲自到7个野放，并感谢所有参与救援甲协助的团队。台南市政府长期咧推动乌面腊杯的保育。台南的7个逐档拢是乌面腊杯来到台湾撇档的好所在，今年的数量更是占全球的4成。前一阵因为 N13、N14 去用发现受伤，后来加载去互台湾乌面腊杯保育协会职工黄志昌发现，并及时来解救助，互因会当伫无到1个月时间内，就会当重新回来到大自然。很感谢我们黑面琵鹭保育协会的各位老师哈。那我们一起来野放，在11月13号、14号救起了 N13、N14 2只黑面琵鹭。你看，今天12，大概1个月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们它就已经恢复健康，已经经过评估，达到适合野放的程度。那我们也让它早一天恢复这个自由，能够健健康康的在在野外中间少关它1天，让它体力恢复的话，可以开始这个在自然环境中，那是更好的。所以我们很期待，期待黑面琵鹭这个族群这个群体能够更健康。市长会特嘛特别伫7号的一透早来到7个的顶山来进行野放，同时嘛特别感谢照护团队的照顾，互因会当伫无到1个月时间内底，就会当来康复。市长嘛呼吁民众，最近因为气候转凉，如果有发现乌面腊杯活动力差，还是躯坐伫涂骹无法度飞起来的状况，请一定要赶紧打电话通报，减少救援的时间来提悬存活率。互大家做伙来为乌面腊杯的保育努力。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市观光协会一直以来向原昆山高中做教师办理职业训练来栽培人才，不过学校改做昆山国际学校以后，以教育部无同意租用契约报校，要求协会明年2月1号进前要搬离开。对此，协会理事长认为，学校一面收租金，一面赶因走，相当愤慨，尤其被报条抗议。台南市观光协会伫1805年1月开始，向昆山国际学校做教师办理餐饮职业训练，培育基层人才。但学校今年以教育部无同意租用契约无效，要求因伫明年2月1日进前搬离开。观光协会表示，当初是甲昆山国际学校签订10个档的合约，但现在学校一方面国家因收租金，一方面国赶因走，愤慨表示：天下哪有这种人？他们的律师是说，是董事会这样决议要把叫我们搬迁的。威尔森也是里面的董事，威尔森本身在台湾办学办这么大了，他也应该给人家租了不少房子。好的经验啊，天下有这种做法吗？还租你再租，你再说啊，赶人家走嘛，说赶走就赶走啊。我跟他是签15年的合约，目前我还有9年的合约，他连半季补偿的延迟都没有，就直接叫我们搬走。天下有这种人吗？台南市观光协会7日前往学校，有被报条抗议，要求学校出面说明。昆山国际学校违约大欺小，图利财团。昆山国际学校无诚无心的学校，如何教育下一代？对此，学校表示一切由律师代为回应。大律师长，请教一下，现在新团队就是不愿意概括承受旧团队当时候的那一些承诺的那个签约同意的内容，是不是？也不能够这么说，因为他们把这些资料拿给我看，我看完以后，我给他们的意见是，这个契约还没有申请。
那既然契约没有生效的话，为什么每个月的8万也在收，然后现在又涨到8万4了，还在继续收呢？收钱不一定叫做租金，就像我们占用国有财产的土地，国有财产局没有给租约，但是他要跟你收补偿金、使用费啊，所以我们是用这个概念来收的。所以你们是以使用会吗？名义是什么？那你的名义是什么？这个会用的名义啊？会用的名义，这个我是如果要从法律上来说啦，应该就要不当得利的补偿金啊。可是你的同意书写的是租赁的。我就说嘛，那个租约是有问题的嘛。那租约有问题，当时候是双方合意签的约。但是你要经过国教署的核准啊。所以你们从头到尾就是因为国教署不同意你们的这一份同意书的内容，所以才没有主约跟附约出来嘛，对不对？因为国教署没有同意，所以这个契约还没有生效。台南市观光协会理事长尤义峰表示，2014年看到当时昆山中学发生危机，为协助学校渡过难关，同时也希望让这些训练学员有更好的学习环境。所以，甲昆山签订15档的场地使用租赁同意书。向知影校方今年寄来存证信函，无承认当时双方所签订的场地使用租赁同意书，要求应搬离开，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安顺国小羽毛球队现年已经超过20档，因为欠缺比赛研究甲相关的器材，经过议长郭信良勘线，由俊群国际贸易甲优耐克公司共同捐赠将近20万的训练器材，嘛接触欢喜社会来关心基层运动选手的行列。上午的捐赠仪式包括议长郭信良、议员陈义德、甲市府教育局副局长吴国民。以及俊群国际贸易公司的董事长陈逢源、优耐克公司的代表钟少楚拢共同出席，总共捐赠将近20万羽球拍加比赛用球等器材，由安顺国小校长苏建明加羽球教练来代表接收。每一位能够代表台湾出赛的优秀选手，他必须要从小就开始扎根下去训练一个体育选手，优良的体育选手，经过了一番努力，不一定能够脱颖而出了。但是呢，他要经过一番的训练是一定要的，尤其是在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扎根的训练一定要确实，才能够脱颖而出，胜过别人。这要付出的学校付出的心力，还有家长付出的心力呢，是没有办法用言辞去形容。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像俊群公司一样能够付出一些栽培优良选手所需要的必需品。今天呢俊伟栽培的是羽球，那也希望能够有企业多多的在体育的项目里面多多的关怀。很感谢我们俊群的爱心来发起这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把这样子这样的物资送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孩子在这个运动训练的过程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器材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孩子训练的这些相关的球具设备其实都非常的不足所以很感谢我们陈董事长的爱心那我想也希望说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有更好的环境那包括我们教育局这边也希望说能够让孩子有更好的训练环境，那未来也期待说我们台南能够有像我们今年这个奥运大家都看得很振奋不管是我们的林洋配或者是我们的戴资颖，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培训出更多的台南之光。会中教育局副局长吴国民嘛代表市府甲教育局表示感谢，代表黄伟哲市长跟郑兴辉局长要特别谢谢俊群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连续3年一直在协助台南市的那个基层羽球运动的发展。那尤其这一次就是说又更是慷慨解囊，再加码到20万。各位等一下可以看到前面的一些羽球跟球拍
我想这个大概是一个羽球选手训练里面最需要的一个相对性的耗材需求量最大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俊群跟优乃克公司有看到我们基层的需求，所以说提供给我们第一线做最迫切的一些需求。因为俊明国际贸易本身是经营体育器材的贸易为主，加上董事长陈逢源本身阁是台南出世，伫个议长郭信良的牵线，伊也义不容辞来答应。而且今年的观众嘛已经是第3档，希望借此抛砖引玉，为基层的体育尽一份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长期推广关心艺文的议员创全，不但将服务处打造成公益艺文展演的空间，而且无定期举办画展甲音乐会等等。即摆邀请清风书德协会艺术家赖清美来办书画展，如果民众有意愿收藏，画家将捐出1/3来帮助家扶基金会。议员创全表示，即届服务处人文艺术空间的公益展览，邀请台南知名书画家赖清美展出个人的油画、水墨加书法等，总共4500个作品，希望在年终岁末帮助家扶基金会。我们这次我们的公益的艺术人文空间特别邀请到赖清美老师来到这边。那最主要是我们赖老师也是我们府城在地非常有名的书画家，那作品也得奖无数那这次很感谢赖老师能够把作品带到这边来。那我们也结合我们的家扶中心，就是只要有收藏画作，我们一律就是捐出1/3，要这个帮忙家扶的一个助学金那也感谢赖老师的这个爱心。本身是清风书德协会理事长赖清美，不但举办过多场的个人展览，而且作品嘛曾经多处入选台南地方美术展、南美展、加台南地方美展等。这届展出的作品拢是疫情期间的创作。对于我的画，我自己是有一种悠闲的心态去画的，尤其是在疫情中足不出户，然后呢又深居简出，我的心非常的平静。度过这个很不安全的时间，我尽量的在做我的工作，所以我今天能够把我在疫情中，心平静气的，很安静的，然后把这个我心理上所感觉出来的那一种感觉，造成我的画，我也觉得是真实的一个写实。因为每年是虎年，在这个作品当中，艺术家嘛特别赠送200老虎的画作，予议员蔡王全，希望虎年会用的虎虎生风。这届的展期对今日起一直到明年的2月15，在农历年进前，议员嘛将邀请清风书德协会做伙来写春联，送予弱势的团体加市民乡亲。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中嘉环评相助车团队为了宣传媒体所用的课程，持续巡回各社区，即回来到东区大地里，透过趣味活泼的有奖征答，让长辈是收获满满。网络发达，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络相对方便许多，但在方便的同时，其中也隐藏了许多的风险，常常被大家忽略。3号上午，中嘉宽屏双子星3冠王在大德里的社区发展中心举办媒体识读的讲座，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长辈们对资讯的判读能有更准确的判断。在网络很发达，所以其实长者他们可以在可能
在不止在电视上面都可以看到一些新闻，他可以在例如说脸书啦，或是说赖的群组里面去获取到很多的一些新闻。那但是这些新闻有的是假的，有的是真的。那长者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分辨说真假新闻、真假讯息的部分。所以我们特别新罗医院特别跟双子星三官网一起来合作哈，在大德里活动中心这边办理这样子的一个媒体识读的一个课程，希望能够让长者他们能够借由实务的一个分享、经验的分享，然后来了解到说原来这个是假新闻，这个是真新闻这样子。课堂中，讲师除了搭配问答以外，也让长辈们透过有奖征答的方式来增进跟讲师之间的互动。现场大德里的里长黄玉女也跟记者透露，过去也有人假用里长的名义来散发假消息，所以里长特别以自己的例子，让大家务必要好好学习媒体识读，避免轻易在网络上受骗。因为现在的媒体真的太厉害了，有时候你看刚刚有介绍了哈，所以说经过这个媒体的介绍，大家都多多少少都会认识政治这个真假新闻，我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因为前一阵子去年2020年的时候，我曾经我本身当里长的哈，黄玉妮也是给我的赖给人家截图去给人家去做那个我的个人人头去骗做那个口罩。那当然是当下我们是不可能给他骗走，可是当下我们那个里长的时候也有警觉性，马上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就马上报警，就这样子。钟家宽平透过定期的帮各区里的长辈，亦或是学校的学生来进行媒体识读的宣导，希望民众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学习如何运用资讯，同时又能保护自己。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全台为3米悬的正坡大型水晶球来到台南展览，对今仔开始到1月6号，将伫台南新光三越中山店展出。会中搭配圣诞节的主题，有真侪丰富周边商品，随着镜头做回来看卖。超过100万粉丝的超人气插画角色家波，6号上午伫星光三越中山店12楼来正式开展。这摆搭配着全台唯一的3米期间限定景点毛毛虫家波的水晶椰蛋梦，伫百货公司的头前提供予民众来翕相，佮有打卡。这摆周边的商品真多，除了有一寡生活用品以外，佮有绿挂式的高水造型咖啡包。伫现场可以当用家己的名来制作姓名贴。那这是星光三越台南中山店独家取得人气贴图咖波的快闪店。那这次是首次的城市巡回特展耶诞跨年限定展。那本次会有许多冬季新品，还有限量商品的手办。然后这次我们在户外也会有展出咖波的耶诞装置，那它是全台唯一3米高的咖波耶诞造型水晶球。那更会在12月26号的时候，耶诞造型的咖波首次见面会。那欢迎各位朋友在即日起到我们1月6号这段期间，可以到星光三越台南中山店的12楼活动会场现场参观我们的咖波限定快闪店。谢谢。这摆佫推出中山店限量100只的彩色招财卡波钱筒啊，并伫咧12月18号甲19号限量来上市。加上最近天气较冷，佫有高水造型的卡波樱花毯啊，佫有造型枕头，欢迎市民朋友伫咧12月6号到1月6号的期间，来到活动的现场做伙来打卡翕相来选礼物。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时光文创对成功发扬国家艺术改造100年的藤厂，2021年经打造魔法工厂备受好评。李创办人为了求新求变来布置工厂，现在进一步甲书城合作，展出2000多本的图书，后边将感受现场融合魔法、文学甲艺术的气氛。时光文创2021年初开幕的魔法工厂，其中魔法的场景搭配上帝画作，除了登上台湾翕相打卡上新的焦点。每到假日，更是观光客一定要来参观的行程。而原本以魔法图书作为墙面的装饰，现在甲正大书城合作，实际展出12种系列，高达2000多本的册子。
11月中旬，市营温较大，亲子绘本一礼拜得卖130本，比实体店面较热销。所以是讲为了宣传这款结合魔法、文学甲艺术的气氛，记者会中也安排莎士比亚文学《罗密欧与朱丽叶》所改编趣味的戏剧表演。原来我就是那盏光，你就是那盏光。罗密欧，罗密欧，为什么你是罗密欧？这要问我爸爸，问我妈妈呀。如果你可以为了我放弃你的家族，抛弃你的祖先，做我的爱人，做你的爱人。那这次策划的主题呢，也是因为在我们的这个魔法工厂里面的主题，它就是一个魔法藏书阁的概念来组成，所以呢，透过这样子原本虚体的概念呢，来结合政大书城这一次实际的有2000本书籍的一个进驻，来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个书籍文化。魔法工厂从开幕到现在呢，吸引这么多人来，其实主要呢是在台湾这个地区呢。目前以这样子虚拟的一个打造一个像电影场景的一个环境呢，其实算是比较少数的，所以呢引来了很多的网红啊、网美啊来这边拍照做一个打卡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景点。是个文创除了发扬台湾国家艺术，受到国内外瞩目。近年来，建议各种结合的设施来吸引游客。这摆嘛，难得将车引进园区，定期将到1月22号。正大书城表示，因为这款配合效果真好，所以预计每年儿童节或者是暑假期间，将以无同的主题持续合作。台南新闻阮吉和乔邦采访报道。因这超高龄社会老人相关的器材甲设备的需求量拢在增加，所以嘉义赛主会为了让高岁数的长辈更加利便，捐出180台轮椅予社会局，由市长黄伟铁代表接收，场面相当温馨。台南嘉义国际赛主会肯定市长会提有爱无爱温暖城市的政策理念，所以共同捐赠180台轮椅来予大北门地区50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并伫咧7号下晡，甲社会局长陈荣之做伙到永华市政中心来颁发感谢状。会会使讲对台南的贡献对咱市民的努力，我想大家拢有目共睹，所以从今天有好几位的这个民代的助理秘书，还有我们蔡淑秀议员安仔的这类议员，大家都纷纷肯定咱这个咱嘉义赛主会大家各位会兄会社甲领导师友的贡献，我非常感谢。这摆所捐赠的轮椅是透过阿鲁米来制成，所以规只的重量大约是13公斤左右，让民众咧使用的方面增加经济便利性。这边所捐赠的是离心铝合金的材料制造起来的轮椅，这180台全部拢是台湾的工厂制造的。这轮椅真轻，一台头13公斤，你若较有力，手举起来就起来啊。所以咧使用中真方便，这蛮高档的啦，嘛真实用。阮今日遮做捐赠就是安尼呢，阮透过咱市政府的这种来麻烦市政府，甲阮安排甲这物件送去较大台南市的偏远地区有需要所用到的人遐，会当做好着较侪人，因若如果有需要，咱甲照顾，咱能够照顾愈侪人。最后，市长表示，伫就任到即马已经特别满3档，老人人口逐档拢不断的增加。除了透过市府建构完善的社区照顾据点以外，透过民间大家做伙投入去社区关怀，让台南市的社福力量会当达到1+1大于2的效果。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2月7号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